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菠蘿包。今一集咧，我哋嚟整一款鹹嘅茶果，佢就係眉豆茶果啦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一齊嚟準備材料。蝦米就50克，啲蝦米咧先用清水洗乾淨。啲蝦米洗乾淨咗之後咧，再加入適量嘅清水，等佢浸15分鐘。15分鐘之後咧，再將浸好嘅蝦米咧，將佢切碎裝碗備用。菜脯就50克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等佢浸15分鐘。15分鐘之後咧，就將呢啲菜脯洗乾淨，然後將佢切碎裝碟備用。今次咧，我就會選用罐頭裝嘅眉豆，咁樣我哋就會慳翻啲時間，唔使去煲豆啦。我哋要先隔走罐頭入邊多餘嘅水分，淨係留低啲眉豆嚟用。啲眉豆隔乾水啦，然後將佢倒入攪拌杯，用攪拌機將佢攪溶。我哋喺攪拌眉豆之前呢，我哋先加入6湯匙嘅清水，咁樣呢可以方便攪拌機將啲眉豆攪溶。啲眉豆攪拌好啦，就裝碟備用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準備粉團，喺大碗加入300克嘅糯米粉、30克嘅粘米粉，先將佢哋撈勻。喺另外一個大碗加入1茶匙嘅鹽，再加入300克嘅滾水，用呢啲鹽水嚟開粉團。我哋一邊加入滾水，一邊用筷子撈勻啲粉團。跟住咧就用手將佢搓成一嚿粉團。嚿粉團搓好咗之後咧，再喺呢嚿粉團入邊拎1/5嘅份量出嚟，將佢撳扁，再放入滾水，將佢煮2至3分鐘。煮好咗之後咧，再將佢撈出，加入到原先嘅粉團入邊。我哋繼續將呢2嚿粉團咧搓勻。嚿粉團搓得差唔多啦，我哋再加入10克嘅油，然後繼續將佢搓勻，搓成一嚿光滑嘅粉團。嚿粉團搓好咗之後咧，我哋將佢放入保鮮袋密封，等佢靜止30分鐘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準備一個乾葱，將佢切碎，然後熱鑊加入適量嘅油，再將切好乾葱放入去，將佢爆香。啲乾葱爆香咗之後咧，再倒入蝦米，繼續將啲蝦米咧爆香。啲蝦米都爆香咗之後咧，再加入菜脯，將佢兜勻，然後加入1/3茶匙嘅五香粉、少許嘅胡椒粉。再將佢哋兜勻，兜勻咗之後咧，就加入眉豆，再加入1/4茶匙嘅鹽調味，再將佢炒勻，炒成咁就差唔多啦。然後熄火，將佢裝碟。等佢攤凍咗少少之後咧，我哋就將佢分成10等份。每份咧大概40克，啲粉團靜止咗30分鐘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就將呢個粉團分成10等份，每份大概60克。將切好個粉團咧，將佢搓圓。所有個粉團搓好咗之後咧，我哋要用保鮮紙將佢蓋住，以免佢變乾。跟住落嚟就包茶果啦，攞一嚿粉團將佢撳扁。然後加入事先準備好嘅餡料，再用我哋右手嘅虎口位咧，將佢收口。包好咗之後咧，將佢搓翻圓，然後稍微撳一撳扁佢。
最後咧就煎一蒸底子，所有茶果都包好晒啦。跟住落嚟咧就好去蒸茶果啦，滾水然後將茶果放入去，用中火蒸11至12分鐘。12分鐘之後呢，啲茶果就蒸好啦。蒸好咗個茶果呢，將佢移出嚟攤凍。啲茶果攤凍咗之後呢，如果你一次性食唔晒嘅話呢，你可以用保鮮紙將佢包住，以防佢變乾。呢啲茶果呢，隔日食呢，佢個皮仲係好軟嘅，而且又唔黐牙。佢入邊嘅味豆餡呢，好濃郁。如果我哋平時太過忙碌嘅話呢，用罐頭味豆整茶果都係一種唔錯嘅選擇嚟㗎。如果你鍾意就記得試下整啦，請分享埋俾你嘅朋友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你訂閱同埋分享我個頻道，打開埋隔離個鐘仔，我出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啦。多謝晒。